哇，最后。哇，这些都是我们教会新竹的长老。好，我们请后面同工把我们水银灯可以开一下。好，我们来。那我们最后呢会有一个大合唱。是。是由我们的牧师跟我们长老。我们虽然是站在台上，但是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唱的是平安夜啊。平安夜。今天是平安夜，今天24号是平安夜。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呢，教会还有另外有平安夜的节目，也就是我们这边会放音乐，然后会一个很安静的这种气氛之下，你可以留在这边来享受这个平安夜的平安啊。好，我们再请大家一起起来唱这一首。先从华语唱，另外再唱台语啊。平安夜，圣山夜，花中花花生，照着生命，摇着声音，多少次想念，多少天真，吉祥天赐阿弥，吉祥天赐阿弥。再一次。平安夜，圣山夜，花中花花生，照着生命，照着生命，多少次想念，多少天真，吉祥天赐阿弥，吉祥天赐阿弥。来唱台语。平安夜，平安夜，平安节，平安夜，更加好不就应好，经文诵读经好。兄弟说阿弥，兄弟说阿弥。来，各举起来。平安夜，平安夜，平安节，平安夜，更加好不就应好，经文诵读经好，兄弟说阿弥，兄弟说阿弥。愿今日上面所享受之间平安甲喜乐，主耶稣基督疼痛甲怜悯，圣神的安慰甲帮助，常常甲恁正人地，以这条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彼此讲圣诞恭喜，彼此平安哦。圣诞恭喜，圣诞恭喜，圣诞恭喜，圣诞恭喜。